女生體重超過103斤，想瘦身其實都好簡單。身高1.6米，體重超過103斤，肚腩大，肚皮鬆，大髀內側啲肉咧面身咧軟對對嘅。平時咧都覺得冇精神，懶得講嘢，懶得喐，日日節食減肥，唔單冇效果，仲覺得頭暈乏力，好難堅持。咁呢個咧喺中醫睇嚟咧，多數係因為氣血不足引起嘅虛胖。因為氣血不足嘅人咧，脾胃功能往往都比較差，食落去嘅嘢咧唔容易消化吸收，排唔出嚟，堆積喺體內咧，就形成脂肪。呢個時候咧，突然間運動節食，反而會加速氣血嘅消耗。時間長咧，就越虛越肥，越肥越虛，甚至咧出現咗面色發黃、甩頭髮等問題，成個人咧好憔悴。想調理咧補氣血就係重點。記住一個國藥準字號嘅中成藥八珍代泡茶，佢咧係由中醫經典補氣名方同補血名方組成，氣血雙補啊，最適合於氣血不足引起嘅虛胖。用法好簡單，每次攞2袋放入個杯入邊，攞滾水一浸就可以飲啦。懶人咧都可以堅持，你記住啦。